PPTV 派嚟嘅特派記者，而家揾緊第6屆香港小特首候選人，我即刻行動啦！冇嘅，都冇，呢度都冇。邊個啊？終於俾我揾到你啦 ！Yes！ 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咧？當然可以啦，我叫做陳彥良。嚟自聖公會偉倫小學，今年讀6年級，我11歲。點解你會參選呢？我想藉住呢個咁好嘅機會，多啲學習、體驗同埋參與唔同嘅事物，擴闊自己嘅視野，成為一個更好嘅香港市民，將來回饋社會。咁你最關注兒童咩問題呢？香港係一個生活步伐急速嘅城市，成年人壓力非常大。兒童同埋青少年亦一樣，佢哋經常忙於學業，唔係擔心升學，就係功課忙碌，負面嘅情緒未能夠得到舒緩，社會更應該關注呢一點。我大力贊成政府推出更多多元化嘅體育活動，等佢哋唔好屈喺屋企做宅男宅女。我亦都會建議資助佢哋參與呢啲活動，因為咁樣可以避免佢哋惹上不良嘅嗜好。例如吸毒同埋沉迷打機等，但係我亦都要強調一點，參與呢啲活動唔係為咗攞證書同埋加分，而係為咗享受佢嘅過程。另外，我亦都關注兒童同埋青少年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。根據基本法第27條，香港市民係擁有言論、新聞、出版嘅自由嘅，兒童同埋青少年亦都唔例外。如果我當選成為小特首，我要為佢哋增加更多嘅渠道同埋平台，等佢哋發聲。遇到失實嘅報導嘅時候，我哋係需要發聲去維護公眾嘅利益嘅。有陣時咧，我都會落區去了解一下社會唔同階層嘅情況嘅。同學，你喺唔喺屋企啊？請大家支持第6屆香港小特首候選人，我陳彥良。你哋嘅一小步，將會係兒童同埋青少年嘅一大步，所以請投我陳彥良神聖嘅一票。我一定會支持你嘅陳彥良。